南方鼓吹小剧场，译著文录音陈丽文。2023年8月26日，台湾南社主办一场感恩餐会，信赖台湾。迄天由南方剧团带领高雄第一社区大学，鼓吹台语社演出剧作家林传秋伫1943年迄个战乱无平静的世代，用日文所写作品译著。伊是东京剧团头一个台湾剧作家，充满活力精彩的车剧人生，下戏剧、电影甲事业界侪多元领域。译著以口说秋路讲台湾1940年代农村面对时代演进，小人物伫现实求生存的心理状态甲人性的风貌。剧情是讲一个散食家庭，金王啊甲阿叔啊结婚5冬才拄要生头胎，请一个有钱医病、无钱等死的空防医生来接生。金王啊的老母是标准台湾农村旧社会查某人，毋管拄着啥代，就是nghèo香哭哭拜求生命。小妹月美啊是一个有受教育的查某囡仔，对阿母这款迷信是真无认同，所摆甲学校的指挥老师请来，因断伊生囝足有经验。空防医生打算要利用阿叔啊生产张关节卡油，规出戏利用画家表现迄个年代散食人裤袋啊地磅子的无奈。金王啊到底是要付钱救命，还是记载空防医生即交卷？剧情来到上落尾，红婴仔的哭声宣告空防医生讲钱的计划去了了啊，用趣味的戏路敲洗人性的自私。虽望阮摕到的译著是台语剧本，毋过因为咱台湾文明一直是中国菜点顶头的肉，特殊台湾捌前后实行2摆语言同化的国语运动，分别成功推动日语甲华语，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咱的母语。现此时的台湾是所有本土语落难的时代，经过专制统治和剥削的语言政策，规个台湾毋管是戏剧、音乐还是文学等，拢是以华语为主。个咱的母语教育一礼拜一节课，使用率低，定着对袂着时代的脚步。所摆我手中的台语剧本是安怎念嘛读袂顺，真侪所在台词根本着甲即卖的生活语言接袂起来。好在我有机缘学着写台文的能力，才有才调甲译著台语剧本搁再修译，正做较符合团队演出的剧本。咱做一个文明的台湾人，母语除了会晓听、讲、读、甲写的能力是必要的。亲像即摆译著会当顺利成功演出，就是上好的证明。写的能力，互咱台语会当伫无共领域见光，延续文化，对台语复振甲传传保存，才有法度提高层次。